中央社屏东县24日电，台湾灯会昨天爆出最大量81万人潮，导致民众接驳车等了3个多小时。屏东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国维今天呼吁参观民众避开晚上8时30分至9时30分的离园时间，一定会把最后一人接驳离开灯区。昨天爆量人潮让台铁开出加班车到凌晨12时许。屏东县长潘孟安深夜在脸书发文道歉，表示将会改善。黄国维表示，灯会从试营运至昨晚，民众离开灯区尖峰时刻多在晚上8时30分至9时30分。昨晚也因这段时间离开灯区的人瞬间爆量，导致接驳不及。黄国维说，县府已与台铁协调，潮州站除了现有末班车晚上11时40分的班次外，将会视人潮增开班次，一定会把最后一班接驳车民众接离，民众不用慌张。但是林边站最末一班仍是晚上10时39分。黄国维表示，昨天接驳车开了700多辆次，呼吁民众避开晚上8时30分到9时30分的离园时间，远道的民众早点入园，在看完8时左右的主灯秀后就可离园去搭接驳车，而住得近的民众可以在晚上10时离园，县府一定会把最后一个民众接离灯区。黄国维并说，这几天有75%的观众是自行开车到灯区。下午20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未管制前，可停大鹏湾区内的 P1 停车场及林边交流道的 P9 及 P10。高速公路管制后，则停南州交流道下的 P5 停车场。快满之前，会导引到看顶交流道 P6 停车场。黄国维呼吁民众下载台湾灯会 App， 随时掌握推播的交通讯息。今天假日中午，大鹏湾灯区就已涌进大量人潮。据未来副主灯秀从晚上6时到10时，每半小时一次，民众宜随时掌握，离开时间宜避开晚上8点半至9点半的尖峰离园时刻。编辑：翁翠萍，1080224。